你知唔知香港都有自己嘅護膚品牌，仲要登錄埋非常之有代表性嘅 Sephora。今日就要同大家介紹 Pretty Five。雖然咧佢係香港嘅品牌，但係咧佢由產品研發到包裝都係日本製造㗎。作為香港人咧，當然要支持我哋嘅本土品牌啦。今日要介紹嘅咧就係 Pretty Five。我呢個經常流連 Sephora 嘅人，成日見到佢哋嘅產品，我都唔知原來佢哋係一個日本製嘅香港品牌嚟。我仲要用咗佢哋嘅 hand cream 勁耐，直到今次咧收到佢哋嘅產品，了解完之後咧就覺得佢哋真係值得更多人認識。所以呢條片咧我就會同大家分享 Pretty Five 嘅品牌背景，同埋精挑細選咗6樣我覺得超好用啦，自己都超中意嘅產品，分享埋佢哋嘅用後感。希望大家咧都可以多多認識香港品牌。如果大家都中意我嘅影片咧，可以 subscribe 我嘅 channel，follow 埋我嘅 Instagram 啊。啱啱咧我就喺沖繩翻嚟啦，我都有帶成 set Pretty Five 嘅產品去用啊。你諗下，日日都陽光普照，個太陽咧係直射塊面嘅，咁但係咧我皮膚狀態嗰幾日係超級之好，又夠保濕啦，又冇敏感，同埋個妝咧成日係超級之貼。我有用埋佢哋嘅防曬啦，係完全冇黑到。嗰幾日嘅皮膚咧真係好到嚇親我自己。Pretty Five 咧係 Clean Beauty 嚟嘅，簡單嚟講咧就係冇酒精、冇人工香料、冇礦物油同埋冇動物測試，全部都係 vegan 啦同埋 cruelty free。成分方面咧就好有特色啦，佢哋咧會用到一啲中草藥成分，例如雪耳，佢係植物界嘅透明質酸，有超強嘅保濕能力；黃芩可以抗衰老，甘草有抗炎抗敏嘅功效，薑可以幫助促進血液循環，再配合埋高效嘅西方成分，例如透明質酸、神經酰胺等等，溫和嘅配方咧就好適合敏感肌、濕疹同埋孕婦咧都啱用，而且全部產品連包裝都係日本製造。聽到日本製造即刻再加分。首先要介紹嘅咧就係煥光水潤潔面乳，我覺得佢超級抵用，因為擠少少咧就可以出到好多泡泡出嚟啦。洗得乾淨之餘咧，完全唔會覺得繃緊啊，反而覺得好水潤啦，好保濕，好舒服。成分方面咧都好有心思，係有日本莓果同埋玫瑰果油，可以幫助提亮膚色啦，改善暗沉，仲可以抗糖化。好似我咁媽就算幾中意食甜嘢咧，都唔怕會影響皮膚啊，仲可以令皮膚咧睇落更加之有光澤感。而入面嘅黃芩根咧更加之有抗衰老嘅功效。我自己用咗一排啦，就覺得膚色冇咁暗沉，洗完之後咧就皮膚滑捋捋，加埋佢嘅淡淡薰衣草味咧，就令到我愛上咗佢啦。洗完面之後咧，我就會用呢支煥光柔膚精華水。聽到精華水咧，就知道佢唔係普通爽膚水咁簡單啦。佢仲有收毛孔、提亮同埋2次清潔嘅功效。用完之後塊面咧就會好清爽，但同時咧又好保濕，幫後續嘅護膚程序咧打好底，加強吸收，自然護膚咧就會更加之有效啦。成分方面咧就有雪耳可以保濕，蘆薈可以軟化同埋舒緩皮膚，仲有黃芩同埋維他命原 B5 等等。我自己試咗幾種用法咧，都好中意嘅。咁平時咧就會直接拍上面當化妝水啦。如果想加強護膚咧，就可以倒落化妝棉濕敷幾分鐘，當極速補水 mask 咁啦，皮膚即刻飲飽水。之後搽嘅精華啦同埋面霜咧，吸收都會更加之好。我有時懶得滯咧，就會滴2滴精華落去，直接搽上面啦，個效果都係非常之好嘅。咁一支有唔同嘅用法啦，所以我係大推呢一支通拿噶。跟住咧就係佢哋嘅王牌雙重透明質酸抗氧化精華，呢一支咧真係光機救星，佢係水狀精華嚟嘅，好輕身啦。用完之後塊面咧係好光滑、好水潤、零黏粒感啦，同埋好有彈性。佢入面咧係有雙重透明質酸，可以幫皮膚長時間補水鎖水，再加埋雪耳、綠茶萃取、維他命 B3 同埋 B5，可以舒緩敏感、抗氧化同埋提亮膚色。我自己最常用咧就係朝頭早啊，因為一起身嘅時候塊面就會好腫啦，用佢咧就可以幫助消腫，然後化妝前咧再用，個底妝咧都會貼好多，同埋佢唔會同化妝品打膠起擦膠水。佢有淡淡嘅天竺葵香味啦，好香好清新，用嘅時候成個人係好 relax。跟住呢個咧真係油肌必備啊！富士山熔岩深層淨肌泥膜，如果你同我一樣啦，都係 keep 住清潔啦，但係日日都好多黑頭粉刺嘅話咧，真係要試下佢。富士山 fans， 佢集合咗6種天然礦物泥，包括富士山火山泥同埋摩洛哥火山泥，可以吸走毛孔入面嘅油脂啦同埋粉刺。最特別咧係佢加咗蝦青素、紅球草萃取同埋維他命 E， 可以抗氧化同埋舒緩紅
同種，佢嘅質地咧同市面上嘅清潔面膜咧好唔同嘅，係非常之滑啦，同埋好容易推開。而入面嘅磨砂粒子咧就係用咗蒟蒻，可以做到去角質死皮嘅功效，但係咧又唔怕會磨傷皮膚喎。暗瘡機啦同埋敏感肌都可以安心使用，用落嘅感覺咧係好溫和啦，唔刺激，但係清潔力咧係好強好強。洗完塊面之後咧會覺得塊面乾淨咗啦，但係又唔會乾真真。一星期用2至3次咧都 feel 到啲毛孔細咗啊！我自己特別中意喺夏天用啊，因為成日都會出油啦、溶妝。用完呢個 mask 第2日之後咧，覺得塊面乾淨咗啦，冇咁油膩，個妝咧都會貼咗。呢個換光水潤駐氧面膜咧，我又係勁中意嘅，真係急救肌膚嘅好幫手嚟。佢係 gel mask 嚟嘅，可以幫皮膚做到注水保濕，同時間咧可以深層修復。配方有3重神經酰胺、積雪草同埋牡丹根萃取等等，唔單止可以幫助深層補水，仲可以幫助撫平脫皮同埋粗糙嘅肌膚，幫皮膚咧建立鎖水屏障。佢仲有加入美白同埋抗氧化嘅成分啦。敷完之後咧，皮膚即刻有光澤啦，同埋緊緻感，完全係暗瘡肌啦、敏感肌同埋乾燥肌嘅急救神器。我自己用完最大感覺咧就係好舒服啦，皮膚即刻好似飲飽水咁滑捋捋，同時間咧又好有水光咁。我除咗喺用完泥膜之後會用佢啦，有時咧仲會配合埋美容儀一齊用，個效果真係非常之驚喜，非常之貼妝。最後要講嘅咧就係防曬啦。我之前講過啦，我係一個要嚴選防曬嘅人嚟嘅。呢支用完冇任何嘅問題。呢支咧好啱懶人啊，因為佢防曬嘅同時咧可以護膚，一支咧就搞掂晒。佢有 SPF 30 PA+++。可以有效阻隔 UVA 啦同埋 UVB， 日常嘅防曬咧夠晒用啊！我今次去旅行冇曬黑咧，都係因為佢咋。再加埋佢亮白保濕、抗炎、抗氧化嘅成分，等於你防曬嘅同時咧做緊護膚。佢仲經過日本防敏測試，敏感肌咧都可以安心使用。佢好水潤嘅，少少咧就可以搽晒成塊面，用落感覺好輕薄啦，吸收得好快，一啲都唔笠嘅。用完之後咧就會有輕微嘅光澤感，冇潤色效果，都唔會泛白，唔會影響之後嘅底妝。最加分咧，佢係海洋友善防曬，不含對珊瑚有害嘅成分，保護皮膚嘅同時咧可以保護地球。呢支防曬咧，我覺得每日用咧都唔會有負擔，而家咧係我嘅出門必備。今日就介紹咗幾樣我自己超中意嘅 Pretty Five 產品啦，真心覺得佢哋嘅 Clean Beauty 理念啦，同埋草本成分咧都好啱我。如果你想摸下佢哋嘅質地咧，都可以去 Sephora 試下佢哋嘅產品。不過而家官網咧去到10月31號咧做緊全年最抵嘅週年祭，自選3件有85折。6件有75折，8件有7折，套裝仲可以折上折。如果你想入手1-2件試下先咧，都可以用我嘅優惠碼大88，就算買單件又或者2件咧，都可以有88折優惠，再加4包試用裝。今日嘅影片咧就嚟到呢度啦，記得 comment、like 同埋 share 我嘅影片。如果你都有用緊 Pretty Five， 又或者 Pretty Five 有咩產品好好用，我應該要試用嘅話咧，可以留言話俾我知。我哋下次再見，拜拜。